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2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8篇，历代志下卷24章17节到24节，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7节，第7章51节到6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一人之死。生死离别是每个人人生所必须要经过的道路，就好像说上帝下雨给好人也给坏人。坏人他必须面对人生的任何的阶段，面对任何的问题，或许可能所有的这个生活也会遇到困境等等的。那相同的，一人也要面对生死。圣经历史当中有不少上帝的仆人，因为要坚持上帝的公义而牺牲了生命。在历代志下卷24章17节到24节记载了一位忠心的祭司耶和耶大死了之后，接续的王无法持守上帝的道路，转向去敬拜亚舍拉女王以及偶像，并且因此他们就杀死了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先知。圣经记载这一段的经文，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领袖们说服了约阿斯王附和他们的主意，于是人民不在上主的圣殿敬拜他们祖宗的上帝，而是去拜了亚舍拉女神和其他的柱像。他们所犯的罪激起了上主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愤怒。上主派先知警告他们，要他们归向他，可是人民不听。后来上帝的灵支配耶和耶大祭司的儿子撒迦利亚，他就站在人民看得见的地方呼喊说，上帝问，你们为什么违背上主的命令而招致灾祸？你们离弃了上主，所以他要离弃你们。约阿斯王参与陷害撒迦利亚的阴谋，他命令人民在圣殿的院子里用石头把撒迦利亚打死。王忘记了撒迦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的对他的忠诚服侍，竟把撒迦利亚给杀了。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呼叫说，愿上主看到你们所做的，惩罚你们。那年秋天，叙利亚军队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所有的领袖，又掠走了大批的战利品到大马士革。叙利亚军队只有一小队，但是上主使他们击败比他们强大的犹大军队。因为人民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上主就用这个方法惩罚约阿斯王。耶稣基督福音的仆人司提反，也是当代初代教会当中非常重要、非常忠心的仆人。他按照实际的宣讲了那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但却因此而被杀，成为第一位殉道者。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7节，第7章51节到60节，在描述司提反是怎么样的一个仆人以及他的受难。这些时候门徒的数目日日增加，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和说希伯来土话的犹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
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埋怨使徒在分配每日生活费的事上疏忽了他们当中的妇女，因此12使徒召集全体门徒，对他们说，叫我们放下传讲上帝信息的工作，去办善事，这不是应该的。所以主内朋友们，要从你们当中选出7位有名望、受圣灵充满又有智慧的人，让他们来负责这事务。至于我们要专心的祷告和传道的任务。使徒的建议得到了全体的赞同，于是大家推选司提反。他是一位信心坚定、被圣灵充满的人。又选出腓利、伯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比拿和改宗加入过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大家请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祷告之后呢，就给他们行按手礼。上帝的信息继续的传开，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增加很多，许多祭司也接受了这个信仰。你们这些顽固的人啊，你们心胸闭塞，充耳不闻上帝的信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一样，总是跟圣灵作对。哪一个先知没有受过你们祖先的迫害呢？先知们宣告那公义的仆人要来临，你们的祖先却把他们杀了。现在你们竟又出卖那仆人，杀害了他。你们接受了上帝的法律的人，这法律是由天使赐下的，而你们却不遵守法律。议会的议员听了司提反这些话，非常的恼怒，向他咬牙切齿。司提反被圣灵充满，举目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他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他们就大声喊叫，用手掩耳，又一拥而上前，抓住司提反，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死。那些证人在自己的外衣交给了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看管。司提反在石头纷纷袭击下，向主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他又跪下大声喊说：主啊，不要把这些罪归给他们。说完这话，他就死了。诗篇148篇。要赞美上主，你们要从天上颂赞上主，要在高天颂赞他，他的众天使啊，你们要颂赞他，他的众天使啊，你们要颂赞他，太阳啊，月亮啊，要颂赞他，闪耀的星啊，要颂赞他，天上的诸天啊，要颂赞他，天上的众水啊，要颂赞他。愿万象都颂赞上主的名，他一命令，一切就造成，各有固定的位置，永不改变。他的命令谁都不能违背。海怪啊，深渊啊，闪电、冰雹、雪和云雾啊，遵行命令的大风啊，要从地上颂赞上主。大山、小山啊，果树、森林啊，野兽、牲畜啊，昆虫、飞禽啊，你们都要颂赞他。君王啊，万民啊，公侯啊，一切掌权者啊，少年人啊，少女啊，老年人啊，孩童啊，你们都要颂赞他。
愿他们都颂赞上主的名，唯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超越天地。他使他的子民强盛，因此他忠贞的子民以色列，所有他亲爱的子民都颂赞他，要赞美上主。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能够有坚定的信心，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命令，无论遇到任何的问题以及困难，都愿意坚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